有人。哎呦我天！别笑！停！哎，停！真香！哎呦我天！别笑！停！哎，停！今天难得消停吃饭，还给我整个偷梁换柱。你这块头一年不吃肉也够用了。啊，真香！对待想吃独食的人，就要让他后悔。吃饭了。哎呀，你吃那么多蛋呢？我爱吃蛋。那个哪？夹盒鸡蛋还能掉地下。酸辣粉配鸡蛋可真好吃。吃饭。今天的菜都是我做的。我手机一天到晚响不停。
烦死了。忍无可忍啦！给你来点刺激。这回长记性了吧？来扣肉。哎，姐，你给我拿个勺呗。嗯，好，等着啊。哎，你同学好像来电话了，那你同学？呀，真的啊？电话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行，不行，老兄弟来。呀，来快递了。就这么几块肉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剩最后2块肉了。姐，你把我吃了。我不是帮你藏鞋带吗？